嗯，对，这顶住。可以，你好。哦。这10外个。啊，你事情叫我过呢？换的嘛。我嘛要提醒我的支持者，加我的竞选团队，加附近百姓吼，人身的安危吼。会使选举全部1个月，哦，有啥物恶报我唔敢预报，可是我们要是为大家啦吼，要公平竞争，理性来看待这场选举。大家注意大家身心的安全吼，我感觉是良策吼。啊，多谢大家社会各界的关心。